我每一工拢加知影一丝仔关系着伊诶行星、伊诶出发、伊诶旅行诶代志。这是慢慢发生诶，是咧思考诶时阵无意中出现诶。就是因为安尼，伫第三工，我去知影着胡顺木诶悲剧。即摆嘛是加载有样啊，因为小王子敢若去拄着啥物足大诶疑问，雄雄煞走来甲我问。样啊，真是食灌木诶，敢毋是？对，是真实诶。啊！我真欢喜。我毋知影为虾米羊仔食灌木有遐尔重要。毋过小王子刷落去，佮讲：那安尼，伊嘛会去食胡顺木吼？我甲小王子讲，胡顺木毋是灌木，是一款足大丛诶树仔，会当发甲像教堂遐尔悬。就算讲伊去带一阵枪来，即阵枪嘛差不多甲一丛胡顺木诶树根爬悬尔尔。讲到一大阵诶枪，互小王子感觉真好笑。应该爱将遮诶枪一只一只贴起来。毋过伊真有智慧，佮来讲。胡顺木也袂发甲遐大丛进前，嘛是招细丛啊。无毋对啊！也毋过，你为虾米要爱你诶羊仔去食细丛诶灌木？伊甲我应讲。哎呀，变看就知啦。袂输，这明明是一件免讲嘛知诶代志。第思我着要击破头壳来了解即个疑问。其实，伫小王子诶行星顶悬，就亲像伫别粒行星共款，有好诶草，嘛有歹诶草。所以有好草诶种子，嘛有歹草诶种子。毋过种子是看袂到诶，因伫土内底恬恬仔困，困甲其中有一粒雄雄是要爬起来。过来，伊会春云，先看看啊，向日头发一支水水细枝无害诶芽。若是菜头，也是玫瑰诶芽，着随在去发无要紧。毋过，若是歹物仔诶芽，一旦发现，着爱紧甲规丛挽掉。小王子诶行星顶悬，就有即款歹物仔诶籽，迄就是胡顺木诶籽。伊迄粒星诶土内底发甲足侪即款籽。咱处理胡顺木诶时阵，若是收过慢，就永远无法度甲挽互清气，伊就会发甲规粒星拢去互占去。伊诶树根就会甲规粒星撞甲破空。若是即粒星伤细，佮发伤侪丛胡顺木，树仔就会甲星接驳去。这是照起工诶问题。小王子尾仔甲我讲，每一工透早，咱手面仔若洗好了后，就爱真细腻，甲迄粒星款互整齐，爱定期提醒家己。若发现是胡顺木，毋是玫瑰，就爱紧甲挽掉，因为因抑阁细丛诶时阵，看起来足成诶。即件工课真无聊，毋过嘛真简单。有一工，伊建议我尽量画一张较水诶图，安尼咱遮个囡仔才会甲即个道理记好条。因若有一工去旅行，伊甲我讲，这对因凡事有路用，有时要做代志，妄拖嘛无啥要紧。毋过，若是甲胡顺木有关系诶代志，都凄惨嘛。我知影伫一粒星球顶悬有住一个真贫惰诶人，伊无好好啊去照顾迄3丛灌木。经过小王子诶解说，我将即粒星球画出来。我真无爱像遐开喙合喙转转道理诶人共款，不时细细念。毋过真少人知影胡顺木诶危险。若是有人茫无路去到一粒小行星，因所拄着诶风险就真大。所以我上无爱例外一摆，毋免受加身。我讲，
囡仔人爱较注意好顺目咧。因为我想要甲我的朋友警告讲，有即个因随时会去拄到的危险，因煞拢毋知。我家己嘛是，所以我真骨力画即幅图。我要甲因讲的即个教训，值得我遮骨力。恁可能会问，即本册内底是安怎无另外一幅甲即张好顺目的图共款大张的？答案真简单，我已经试过啊，毋过别张拢画无成功。我伫咧画即张好顺目的时阵，是去互一款真紧急的感觉来刺激着。